澳門製冷學會暨 S-Ray 澳門分會10週年，內聯外通，碩果迎之。10年前，一班愛國愛澳、志同道合嘅業界工程師齊聚濠江，相繼成立 S-Ray 澳門分會與澳門製冷學會。10年來，我哋始終堅守愛國愛澳、服務業界、推動創新、共謀發展嘅初心。今日，我哋一同回望歷程，總結成果，展望未來，共同見證學會10年非凡歷程。過去10年係學會從零起步，由小做大，從扎根澳門到聯通祖國，邁向國際嘅10年。我哋由首場研討會起步，先後走進合肥人造太陽核聚變基地、貴州中國天眼、江門中離子實驗室。宜昌三峽大壩，足跡遍及祖國大江南北，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學會藉住澳門一國兩制嘅獨特優勢，緊密對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積極響應科教興國、人才強國戰略，全力培育兼具家國情懷與國際視野的高素質專業人才。內聯外通，雙向賦能。學會長期同中國製冷學會、廣東省科學技術協會保持緊密合作，積極參與 CAR S-Ray 技術交流會、中國製冷展及系列技術研討會、中國製冷學會單位會員大會、全國秘書長工作會議等各類活動，不斷深化同內地業界嘅聯繫。學會與湖北、重慶、江蘇等地科協及製冷學會簽署合作協議，聯合展開實地參訪、技術交流同埋專題研討，推動資源共享、互學互鑑、協同提升。10年攜手，成果豐碩，廣大會員亦獲益良多。喺國際對接方面，學會主動融入 S-Ray 全球系列，積極參與 S-Ray 全球年會、S-Ray 第13區區域會議、國際年輕工程師領袖訓練、S-Ray 領袖學院等國際交流項目。10年耕耘，成績斐然。學會曾榮獲 S-Ray 卓越會長獎，全球得分排名第1，斬獲年輕領袖發展獎項，更喺澳門成功主辦 S-Ray 第13區第27屆分區區域會議，以及 S-Ray 第16屆亞太建築環境會議等高規格嘅國際學術盛事。呢啲活動都係獲得國際會議協會認可，有助提升澳門喺國際會議城市嘅年度競爭排名，以專業實力同國際視野向世界展現澳門工程界嘅風采與擔當。10年嚟，學會舉辦數十場研討會，超過110個專題培訓及技術參觀活動，緊貼行業發展、科技創新、綠色低碳等核心議題，讓學會成員喺交流學習中開拓視野，提升專業素養，增強競爭力。同時鼓勵佢哋將個人嘅理想融入國家與澳門嘅發展大局。作為10年親歷者與見證人，我滿懷感慨與榮幸。10年同行，我哋一同成長，一同收穫，凝聚學會嘅團隊力量。每次研討收穫滿滿，走進內地科研綠色基地更備受震撼。學會係我哋專業路上最堅實嘅平台。跟隨學會學習前沿技術，拓展合作網絡，以專業所長服務澳門，貢獻國家。喺學會平台上成長進步，擴寬視野，累積人脈，用青春力量擔起工程師使命。我哋不斷提升，不斷成長，接力前行，努力接棒。今後我哋將以更高嘅標準、更實際嘅行動，將青春奮鬥融入國家澳門發展事業，喺新里程上綻放年青力量。唔單止提升咗專業能力，更加深刻體會到工程技術人員嘅使命，以專業所長服務社會。
以專業立身，懷家國情懷，以青春力量服務澳門，推進行業進步。作為新工程師，學會助我成長，我會傳承精神，讓更多人加入呢個追夢舞台。10載耕耘凝聚智慧，我哋續寫榮光，以專業資歷共創永續未來。時代深耕，冷熱科技，不忘初心，引領灣區綠色創新，砥礪前行，工作地攤未來新篇章。ASHRAE 澳門分會加油！風好正是揚帆時，奮楫逐浪向未來。祝賀澳門制冷學會及ASHRAE澳門分會10週年快樂，攜手並進，共譜行業新篇章。祝願學會越辦越好，繼續搭建專業橋梁，服務業界，貢獻社會。ASHRAE澳門分會加油！ASHRAE澳門分會加油！ASHRAE澳門分會加油 ！Congratulations to Macau chapter on your 10 years anniversary. Well done. Hi, this is Sarah Maston, Society President-elect for 2025-26. I just want to wish the Macau chapter congratulations on 10 fantastic years. I had the honor of joining you a few years ago when you hosted the CRC, and we had a fantastic time, and I loved getting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all of you. So again,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first 10 years, and here's wishing many more. Hello everybody, I'm Bill McQuaid, ASHRAE Society President 2025-2026, and I'm here to wish you hearty congratulations on 10 years of the Macau chapter. I wish you continued growth and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supporting ASHRAE now and in the future. 站在新10年嘅起點，我哋將繼續擴展國際視野，講好中國故事、澳門故事，持續服務會員嘅發展，培育高質素專業人才，推動技術創新，助力建築環境嘅可持續發展，增進人類嘅福祉，服務國家大局，為國家和澳門高質量發展貢獻更大力量。